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同敬拜那从亘古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主。他的信实与慈爱围绕着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君王，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存并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能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真神，是活神，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主圣灵进入到台湾这块土地。只有神的爱，还有神的荣耀，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愿主的荣耀充满这地，也愿主的灵运行在这里。我们将荣耀归给主。主感谢你创造这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丰富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
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的宝座立定在天，你的恩典要充满全地。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献给你，求你的灵持续充满我们，不只在敬拜的时候，更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职场，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刻。愿主你的爱都流入进我们每一个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细胞，带来医治跟合一。我们的生命都要被主你的爱跟荣耀来充满。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使每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你，认识这福音的好处，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名从亘古到永远都被高举，愿你的国降临在这边，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晚安哈。好，见陈牧师刚好旅行，想说呢，但是我没有这么认为，因为觉得牧师不在我比较紧张，因为牧师在的话有牧师可以靠吼，那没关系。好，牧师不在，我要自立讲。那我们今天华语区的见证哈，我们第一位我们要邀请子涵哈来为我们做见证，那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见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主的保守，在耶利米书29章13节，神允许我们，他的意念是使平安，不是降灾祸的，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这段经文在我身上真实的应验了。我每天清晨出门前，都会为家人、孙子孙女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可是常常忘了也要为自己祷告。8月29日，孙女开学的第一天，我一如往常骑车送她去上学。刚送到她校门口，心里正在安心时，没想到才骑出去不到1分钟，就突然眼前一黑，心被一辆超车的汽车吓了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坏了，以为自己被撞了。感谢主，后方没有车子跟上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跌倒后脚踝剧痛，只能坐在路旁。那驾驶全身刺青，看起来不好惹，还想私下了结，我心里更紧张，立刻打电话叫了儿子来，并报了警。等待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祷告，求主保守，不要有严重的伤。后来照 X 光，虽然没有骨折，但有扭伤跟多处的挫伤。那天晚上脚痛得很厉害，几乎睡不着。其实我原本不想打扰大家，但最后还是传讯息给小组长家珍。感谢主，他立刻通知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们为我代祷，自己还特地来探望，陪我唱诗歌，一起祷告。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得到极大的平安。奇妙的是，隔天早上醒来，我就觉得脚好很多。再隔一天，状况明显的改善，真的非常感谢主，也谢谢大家为我代祷。诗篇28章7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这次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神的保守与看顾。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阿爸天父。阿们。谢谢子涵哈。在圣经出埃及记3章15节说到，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那我们知道子涵他的妈妈就是阿卜济哈。那子涵从因着妈妈的关系，然后也进到教会然后认识主，接受了这个信仰这样子哈。那就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也得着这样子的祝福哈。那他现在也很认真的，也要把这样子的信仰再传承给他的孙子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我们要继续为子涵来祷告。我们相信阿卜济的神也是子涵的神，也是他儿子女儿的神，也是他孙子孙女的神。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第2位要见证的是申秀兰姐妹，她也是家珍小组的哈。来，我们请秀兰姐。站上来很紧张。牧师娘、长老以及弟兄姊妹平安。讲错地方你们要多多包涵啊。那么我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来这里见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进他的救恩。那么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在马路上的电线杆上啊，会看到信我得永生，还有耶稣爱你。那么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谁是耶稣，甚至有一次啊，2位姊妹啊来家里叩门，那么我一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福音单张，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手上有拿东西，我就给他关门了啊。那时候他们还没说完，我就把门给关上，那么把他们挡在门外。当时完全不觉得有失礼的状态，可是呢，如今我想起来真的是很羞愧，因为那是神领着他的工人来敲我的心门，我却把他拒绝在门外了。那么若干年以后啊，神并没有放弃我。透过网络，我认识了一位国外的一位受苦的弟兄。那么他常常在言谈当中，他讲他的痛苦只有上帝知道。那时候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我心里就浮现当年我把2位姊妹把神给挡在门外，开始了有要认识神的渴望。后来每次我在大竹开计程车，那每次我经过那个有一个教会门，他为什么总是关着？那么有一天我载到一位女客人，就无意间就聊起那间教会，我原来才知道那个大竹教会是分会，它台北还有一个总会，所以呢它是下午才开门的。就在那个姊妹的带领下，我在2024年7月7号我受洗了，感谢主。后来受洗以后发现那间教会它比较着重于这个敬拜团，所以在灵命成长的教导上我觉得比较缺乏，于是我就开始祷告。马太福音7章8节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了就寻见，叩门了就给他叩门。感谢主，他真的垂听了。神透过一位跟我同一天受洗的一位姊妹，介绍了他的上司就是现在的丰盛师长。那么他就这样带我来迦南教会，很奇妙的。那位姊妹后来就离开了，没有留下来。那我却蒙神恩典啊，我在这里委身服侍。其实我是一个司机，平常跑车的时候，我也常常把握机会，
分享，跟客人分享福音，甚至于就是这个播放那个圣经诗歌给客人听。那因为圣经有讲啊，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感谢主，在这次9月6号的福音茶会，我也邀请了一位弟兄一同参加。回顾这一路以来的带领，神的带领，我只能说，真的不是我找了神，而是神不断主动的寻找我。虽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是我愿意把自己摆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拍手，把感恩的献给主。谢谢。我分享到这里。谢谢秀兰姐哈，她那个带来福音茶会的那个就是她的乘客哈，她载着乘客，然后就传福音给他，然后就把他带来福音茶会了哈，人家就搞在耶利米书1章5节，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觉得在秀兰姐的见证当中，觉得上帝真的是在你未出母胎的时候就认识你了，就知道你了，就把你圈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样子哈。那我记得我们在读女神的时候，牧师有说，上帝呼召是对每一个人的。但是只有愿意回应他的人才是那个被拣选的。那感谢主我觉得秀兰姐就是那个愿意回应呼召被神拣选的那个人她真的是就是在信仰上面非常非常的认真热情她这次还报名了但以理学院然后我们要用掌声来鼓励他能够完成这个学习跟装备成为神使用的工人这样子那他对于这个传福音的热情，真的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的学习的榜样好，谢谢秀兰姐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那个我们的小组长家珍组长来分享见证。在台下心脏就一直蹦蹦跳我的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在祷告会中，我们一同见证了奇妙的恩典特别要为子涵姐跟秀兰姐献上感恩。在我这次的邀请，他们2位都同时点头 OK， 我答应你，我真的是很感动。那子涵姐呢，在8月的时候经历到那个车祸但神保守了她，也带领她呢从自卑还有忧伤中走出来，勇敢的分享见证。那正如诗篇的28篇第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那秀兰姐呢，则是在拒绝福音那到如今受洗归主，积极的服事，甚至于呢在职场上认真的传扬福音。他的脚中正如罗马书10章15节所言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透过他们，我们看见神在困境中赐下力量。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见证呢，也是神在困境中赐下的力量。2年前的8月份，一个平凡的晚上我正准备要休息了，突然接到警察还有我女儿她朋友的电话，说我女儿因为骑机车闪避一只黑狗，然后摔车受伤，那被送往省桃医院急诊室。当下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的视力不好很少在晚上开车，心里非常的紧张。但是很奇妙的是，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竟然能够亲自开车赶到医院的急诊室。在途中呢，我还打电话给子涵姐和公司老板娘，让他们知道情况。到了急诊室呢，我看到女儿正在被护士缝针，就是这个左眼这边上面这边在缝针，还有手脚多处的受伤，伤口都非常的深。我的心疼与不舍难以言语，我也只能握着她的手，向天父不断的祷告。医生带我去看 X 光，发现因为安全帽扣环，它是全罩式的安全帽扣环没有扣好，加上速度跟重力，他的左眼下方的骨头这里碎裂，恐怕会影响到眼球的转动。医生建议说转诊到长庚医院去，因为那里有更好的治疗的设备。于是我立刻安排救护车送往长庚。那一夜我们等不到病房，就这样子晃了一个晚上，然后隔天的早上，也感谢公司的老板帮忙安排才顺利住进病房里。医生评估说需要动手术，就是这个地方需要动手术。那手术的金额非常的昂贵，当下呢，我心里也充满担忧，然后坐在病床前祷告，交托上帝，求主怜悯。那求主能够安排说在早上的时候进行手术。隔天呢，护士巡视病房通知我们，真的排到早上的手术了。我当下心里充满了喜乐，感谢主的垂听。那这个手术的名称叫做 3D 导航系统手术。那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结束后呢，女儿也平安无恙。那安顿好她以后，我又想起那个医疗费用，当天也没什么睡了，就很疲惫，心里也很担忧。就在那状况下，我睡着了。突然有个声音提醒我，保险。我就突然醒过来，对我想起说我自己有买保险，有帮女儿买保险。居然说在那几天，我因为太忙碌，可能太慌张，也都忘记了。后来所有的医疗费用和机车的维修费也都由保险公司来支付，这完全是神奇妙的安排。更感恩的是，在这段的过程中，许多人伸出爱心跟关怀，当地的里长伯打电话来关怀。女儿摔车的地点是偏僻的地方，晚上根本没有什么人跟车，但却在那一刻，她倒下的那一刻，滑出去的那一刻，有汽车跟机车经过，扶起她，帮忙报警，也帮忙叫救护车。真的是有神的保守与贵人的相助，感谢主。也谢谢义军还有小组长家军的探访和祝福，谢谢子涵姐的陪伴，还有感谢玉欣姐和银萍姐妹的带导，陪伴我那一段最艰苦的时刻。那也要感谢天上的上帝，他垂听祷告，爱我和我的家人，用奇妙的手一步步带领我们走过难关。我想要告诉我的女儿，今天我做这篇见证是要告诉我的女儿婉婷，经过这次的经历，不只是危险中的惊险脱困，更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恩典的记号。你要记得你不是孤单面对困难的，因为天父一直在看顾你，保护你。愿你在未来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坚强，并且学会依靠上帝。在你上班的地方旁边都有教会，妈妈希望你有任何的事情都能去向上帝祷告。有任何的事情，一定第一个要先想到上帝。你是被神所爱的，被妈妈珍惜的女儿。愿你活出神为你预备的美好计划，也成为别人祝福的见证。那最后，我要把这份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愿我的分享也能成为大家今天的激励和安慰，也愿主同样的看顾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阿们。
我们这个妈妈哈，实在就甘心的哈，都会为女儿不断的祷告这样子哈。那我们也在她的身上看见，就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哈。那家珍组长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哈，他真的是很会，不管什么事情，他就是祷告这样子。我要晚上出门前，我传讯息给他，说我偷偷的告诉你，我紧张到胃痛，然后我就知道他会跟我说什么，为你祷告。对，他马上就，我为你祷告，为我祷告这样子。感谢主，我现在没有胃痛，感谢主，感谢我这个可爱的小组长，然后经常的就是为组员，然后为区长祷告这样子哈。那其实他为组员的祷告还有很精彩的见证可以分享哈。我们留待下一季，敬请期待这样子哈。好，那我们透过他的见证，我们也看见说祷告就是看到说祷告就是我们见证到那个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大能哈。那我们也学习，不管什么事情，我们凡事我们都来到主恩的座前求哈，上帝必然有预备。好，那接下来第4位哈，是我们的大姐姐哈，是雅琴小组的王菲翠姐妹，谢谢。在教会做了很多场的见证，也许这一批都没有听过，我愿意重新讲。感谢主，我在1988年得了类风湿关节炎，所以这个病折磨我很多。我在医院一共住了4个多月，那医生跟医学上的书都说这个病不会好，实在是不是装的，要包尿布，要请人家喂饭、洗澡。那既然医生告诉我说不会好，那我活下去没有意思。那后来我决定还是出院回家，准备自己把生命结束。每天不停的祷告，神也没有跟我回应，但是我自己知道是说，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渐渐的病稍微好转，我以为我是回光返照，那奇迹也是出现了。我在练习走路，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坐轮椅，走几步路就要坐轮椅。那渐渐的好像好转了，也没有用到拐棍，也没有用到那个轮椅。那自己跟上帝有妥协，你医治我，我就为你服侍，为你做见证。或你觉得我没有什么用，你还是把我调回去，反正我们都是要回老家。当然他现在是医治我，我自己也是知道说，我不敢说叫做没有信用，所以一直都是在教会工作。我自己知道我的经历，我是长荣女中毕业，那我们的学校就流行一句话说：免惊免惊，耶稣是我阿兄。所以也凭着这一句话，就是说凡事跟上帝，凡事跟上帝依特了。那我会觉得是说这样子活下来，我也没有离开过教会。我女儿算是我们家totally是4代的基督徒，
我女儿那时候信教的时候，我有跟她说，你也看佛经，也看圣经，决定以后你就不可以悔改。但是我女儿说了，她的圣经看完了，妈妈，我不要再看佛经，一定要受洗。我说那不能更改哦。她说好，她也在教会服侍事情，那也不错，就是我们家都得救。那我现在也是再感谢神给我的照顾，完全都没有变形，能够走，能够动，能够吃，能够睡，能够拉，感谢主给我的福满满，这样子见证就是做到这边。感谢主哈，谢谢菲翠姐分享她病得医治的见证哈，这个见证也是让我觉得自己的信心再次得着坚固这样子哈。我觉得在邀请菲翠姐做见证，她真的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也让我很感动哈，因为我们就想说她年纪比较大，晚上要出门比较不方便。他也说没关系，没关系。本来我们的组长那个家珍姐要载他哈，然后他说不用，我可以自己走路这样子哈。那谢谢菲翠姐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哈。那他刚刚有说到一句，他说什么？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来，我们一起说一次，来。感谢主哈，我常常心里面都会常常发出一种那种感谢，就是说真的是还好我们有主那些没有主的人怎么办呢？对，那我们有主就多么的幸福哈！我们真的是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我们不管怎样，我们就是用祷告，可以来依靠神哈。我们有主可以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哈！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好，还有一点时间，我再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线上的小组聚会，就是我的小组有一个线上小组聚会。那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有代祷事项。那我的代祷事项是什么？嘉生长老，熊想不起来。对，就是我拍谁哈，熊给你 Q 啊呢？就是我为君平哈祷告，因为他最近就是那个工作哈遇到状况，就是因为他写程式嘛。然后一直出现问题，就是写不好，就是弄不好这样子，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他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才回来哈。那昨天他回来，不是，他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又跟我讲说怎么办？就是那种一副很垂头丧气的。就说怎么办这样子啊哈其实他昨天晚上在跟我讲说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为他祷告，为他的这个工作祷告哈他早上怎么办？不是，他出门之前其实我已经灵修完了，我灵修的时候我也有为他祷告，那他怎么办？然后我是没有说出口说为你祷告你也要自己祷告他就这样子就出门了。然后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嘉生不是，我们就在小组里面代祷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也再提出来祷告。结果真的是感谢主，今天我要来教会之前，他突然回来了。我想说你哪一家炸？你不是都加班加足晚？他说解决了太好了，感谢主哈！真是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终于可以不用加班了，这样子不用那个烧费烧脑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相信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的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我相信我们的神不是只有是子涵的神，或者是秀兰的神，或者是家珍非翠姐的神，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不管你正面临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身体上病痛，或者是家庭，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工作上面的各样子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到主恩座前求，我们都来向那爱我们的神祷告。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将我们的所需要的，我们个人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来跟神说，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随时
父上帝，我们赞美你，你是活神，你是爱我们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切需要天父，你都知道。你看我们比飞鸟、比野花更宝贵。我们的头发你都细数过，若是你不许，一根都不会掉落。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深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样子的爱，来使我们能够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谢谢主，做我们最真实的依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歌。你仰念保守你所爱你，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祷告。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